诗篇34篇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哈利路亚！在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好，我们从座位上面起立。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阿们吗？阿们。你是行神迹的神，就从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行神迹的神，就从赐下盼望。在你没有战斗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们。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拍手。你是行神迹的神，就从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行神迹的神，就从赐下盼望。在你没有战斗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们。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一起来说，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更多来敬拜。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我们一起来拍手。哈利路亚！是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现在是在线上，但是我们同样的可以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向神来祷告。是的，在2022年，我们即将进入农历的新春节期。这个节期不只是让我们与家人团聚，更多的是让我们的家庭充满上帝来的爱，让神的爱圣洁我们的心，让我们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让我们借着祷告再次的向神诉说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主，求你
们有正直的灵，好在你面前能够成为那被称为义的人。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主啊，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神。我们更多来敬拜，说主啊，我们献上我们自己的身体。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是的，主啊，当我们在敬拜当中，我说主啊，我们献上我们的身心灵当作活祭。主啊，当我们在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就让我们是将我们的身心灵真的完全的献上。主啊，让我们来去思想，主啊，你所要造我们最美好的形象是什么？主啊，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以及在过这个农历春节的时刻，除了享受阖家团圆之外，让我们更用感恩的心来向主说：主啊，愿我们自己真的能够成为合神所用的器皿，让我们能够承载主啊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也能够让我们将我们自己所接受的这份，也能够传给我们的家庭，传在我们的家人当中。主啊，我们真的在今天，我们要说，主啊，我们愿意作为神迹的器皿，来被主所使用，来将这个美好的福音传给任何需要的人。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路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路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
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以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向往，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路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我愿成为你圣洁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以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宣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让我们一起来说：主啊，让我们成为神迹的器皿。你圣洁的器皿，主啊，你拣选我们，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我们更多来宣告。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以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主，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如同这首诗歌所说的，主，我们愿意成为主你神迹的器皿。主，当我们说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需要信心的挑战，这是一个需要尾声的时刻，这也是一个需要再次来到你面前回转的时候。主，当我们在这样祷告的时候，主，我们恳求主你帮助我们，有从你来的信心，有从你来的能力，使我们来承接主你所赏赐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主，我们要再次的来向你献上感谢，因为在这个不容易的时刻里面，我们却还是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站立在你的面前，来向你赞美，来向你祷告。我们知道是出于你的能力，主，我们已经在领受你的恩典。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今天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恳求你的话语来建立我们，也恳求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活在主你的里面，使我们一生都走在你恩典道路当中。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在今天呢，要开始过年，但是在这个礼拜的礼拜，也蛮特别，因为我们又转到线上了，因为在桃园有疫情的关系，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然后为了大家可以有效防疫，所以我们一起配合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更动。好，那在这个礼拜呢，就是接下来因为疫情继续延烧，所以我们的礼拜呢，1月29的周六礼拜，1月30的主日礼拜，2月1号的新春礼拜都改为线上的礼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注意自己的防疫特别是接下来过年的时候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的礼拜呢有一些调整。透过在这个 PPT 上面看到的，就是我们在1月30的会是在8点半来直播。那台语是10点半开始直播。那2月6号之后的礼拜，我们会视疫情的状况，在2月4号的时候就来公告。所以呢，请继续来关注教会的 FB， 然后也来关注教会各个的社群媒体，上面都会有更新的资讯。那我们在今天1月29号暂停，暂停是暂停实体啦，就是都是转线上。周六礼拜就是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时间。那在新春礼拜呢，也是以直播的方式来进行，那会是9点半开始这样子。那请大家准时上线哦。如果你旁边有人的话，你跟他说准时上线。OK， 谢谢大家。那儿童的部分呢，我们在1月30跟2月6号呢，也是转线上，而且是线上的 Google Meet， 会在1月30跟2月6号的10点到10点20分，10点到10点20分。然后这个周三祷告会呢，也会在2月4号的时候来公告。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礼拜跟聚会的方式。好，竟然还有下一页，好，代表大家知道我们教会的聚会其实有很多场次，那有不同的群体参加不同的场次，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些时间，那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好，那2月6号之后呢，这个疫情的状况呢，我们也是都是在2月4号会来公告啦，然后小组聚会的部分呢，也会改成线上，2月6号之前这样。那这上面有很多的资讯，那请大家可以看，或是可以扫 QR code， 因为如果只听一遍会忘记的话。那重要的讯息继续往下，2月13礼拜天的9点半。好，在心里默默的念一次2月13礼拜天9点半，当天的主日只会有一场的礼拜，因为我们要在这一天来召开这个2022的定期会员合会跟长老执事的补选。那名册呢？请详见公布栏。那最近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嘛，就是我们就用线上的讯息。那在这里面呢，这边有讲到如果这边有就是2月13要来选举。那如果呢这些名单有任何异议者，请在1月30之前呢向小会书记陈敏哲长老提出，然后让小会可以做补正。那如果当天没有办法参加的陪参会员呢，要请你在2月11之前呢，用书面向小组长或小会书记来提出。那我们的长职补选呢，会在这一天来选出2位的长老跟3位的执事，2位的长老跟3位的执事。所以在过年期间，邀请大家可以为这件事来祷告。那求上帝来带领我们，真的是预备未来的教会。那我们在这边呢，有这些候选人，这些弟兄姐妹很忠心的服侍那这边有这些名单，请大家可以来看。然后
这个是执事的候选人，对，那我们就要为上面的名单来祷告，求主来为我们预备，然后也让这一些弟兄姐妹，当他们选上长老跟执事的时候，真的是能够活出这个职分，让教会能够更多的往前走。那在今天的这个报告里面呢，有一些注意事项这个注意事项的很多字，所以就请大家看好。那主日这边已经重复了那这个是一个投票的方式，那请大家务必要详读因为我这样念过去，可能你还是会听不懂，所以要务必要详读这个部分。就是下面有这个图我们的 PPT 做得非常的细节，但希望大家可以记得。2月13礼拜天呢9点到11点，那要先在1楼按组别来领票，然后呢就随即进行选举，然后投票，投到2楼的票柜。那11点就会截止，那截止后统计票数后，会请议长来在2楼礼拜堂宣布结果，投票数过半的票就会是当选人。那在这边呢，就是要特别呼吁大家，就是如果没有办法来的陪善会员一定要请假。那如果你可以来的话，就是请大家踊跃的来参与投票，这也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一起的权利跟责任。那小会的部分呢，我们在3月6号会举行第2次的圣礼典。那在我们当中呢，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邀请你就是可以向由牧师和行政干事来报名，邀请你向由牧师和行政干事在2月20之前来报名。然后有一个很棒的消息，如果你是礼拜天早上第一场时间你会爬不起来，或者是你是礼拜6还要上班没办法参加周6礼拜的人呢，我们在今年度起2月20开始会有第3场的华语礼拜，时间呢是从11点到12点，会在7楼的地方，欢迎我们的弟兄姐妹或邀请新朋友来参加。OK， 好，非常漂亮的图给大家看一下，耶！这就是我们2月的那个讲到的主题，跟2月还是很好看的牧师们，谢谢大家。那我们的接下来是奉献了。那我们一样，就是因为线上礼拜的时候，我们要改成这个线上奉献的系统，请扫 QR code 然后上面有很多这个奉献的方式 ，OK， 就请大家来看。好，这是上面有这些账号跟奉献的方式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电询问，或者是透过我们的小组长来询问。那我们在教会的牧养系统呢，就是自赠兄姐春联，每户1份。我们有没有人还没有拿到的举手 ？OK， 好，还没有拿到的呢，因为现场有一些人，那还没有拿到的呢，就是可以去那个跟我们的主任干事张玉来领取我们服侍同工有一些人还没有拿到。那肢体的消息部分呢，我们在1月31号，也就是周1开始到周6是全职同工春节放假。那大楼管理员休假日是1月31到2月4号。那春节教会开放的时间呢是2月5号礼拜6，所以礼拜6之前呢不要来教会因为教会那时候也在做消毒。好，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请来电。好，你可以打你想要打电话给他的人。好，那在这边这是我们今天的报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预备我们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就用祷告的心来做预备。但如果你明白奉献的意义，也邀请你要真的是为主来献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献上感恩的
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请起立。软弱这一的刚强，领受这一臣服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领受这一臣服足，都因为主你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在天父，孩子到你面前，向你来献上感谢，感谢主，你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主你的手中有从主你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在我们的里面，也让我们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能够到主你的面前来向你献上祷告和敬拜。主啊，我们这时候也要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为主你圣工所用，求主你悦纳。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阿门。门。请坐。我们今天要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那在约书亚记的7章10到26节，约书亚记7章10到26节。那我来邀请大家来帮我来读圣经的经文。今天的圣经经文有点长，所以需要大家一起来读。那在读的时候呢，你自己说一遍，你自己听到一遍，然后你自己又看了一遍，然后让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读到我们的内心，读到我们的脑海，读到我们的思想里面，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祝福。那我们就一起开口，我们要来读这段的圣经，请。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匍匐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他们做了什么事？大家继续看下去哦。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这里说的我是谁呢？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到这里呢，上帝好像告诉了约书亚一些在以色列人当中发生的事，但这时候的以色列人还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事。
那我们继续往下读哦，请。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世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了是亚干，那接下来他会讲他做了什么事。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客勒银子，1条金子，重50舍客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为这段经文向你来献上感谢。主啊，不是因为这个经文的刑罚有多么的可怕，更是因为主你的爱，主你的怜悯，以及主你是公义和信实，透过这段经文向我们表达的清清楚楚。所以主，我们要来到你面前献上感谢。愿主圣灵亲自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心，叫说的和听的一同来领受你话语里面对我们生命说的那个意思。谢谢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新年快乐！是不是读完这段经文会有一种好像很难新年快乐的感觉？我那时候在准备经文的时候想说，要过年了，竟然给我们这段经文，也太妙了吧！因为这段经文是关于一个就在旧约的历史现场进行审判的经文，而这一段经文当中呢，却给我们一个新年开始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在新年当中，接下来的一年，大家想要得胜吗？我们想要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过的是得胜的生活吗？我们想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感觉到是得胜的吗？如果是你在心里默默的说阿们。好像很多人都听到了自己的心声。在我们要过年的开始，我们就遇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桃园，在台湾的疫情好像又开始渐渐的热起来了，许许多多的地方都出现了这个 Omicron 的这个变种病毒的疫情，然后台湾在现在，就是我讲到的现在，
已经有超过400个人染疫，而且也不过就在这1个月当中。那当春节快要来临的时候，又在这个染疫的人数来到一个高点的时候，这位前署长他就说我们不要再用这个反正现在变异株嘛，所以我们就是只会轻症不会太严重就把它想得很简单。因为他发现一件事情，应该不是说他发现，应该说有许多的研究都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呢，这个 COVID-19 在他确诊之后，这个确诊者他恢复之后，有少数的案例出现了长期的后遗症，所以他们就给他取一个名字叫那个 Long COVID， 意思就是说叫这个长期的这个现象。那个翻中文蛮可爱，叫长新冠症状。然后包括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你已经恢复健康了，可是你的健康里面可能少了一些东西，譬如说你的疲倦感持续。平常有熬夜可能你会觉得有疲倦感但这边指的是因为他这个病症，所以他疲倦。那你可能会在这过程当中，一开始是因为知道自己丧失嗅觉而被确诊。结果你好了之后，你的嗅觉没有回来你还是一直闻不到那个味道是什么。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会开始常常觉得自己的那个很像心律不整，像呼吸急促，不是因为戴口罩，而是因为他还没有完全的康复。那有一些人呢，甚至会出现记忆衰退的问题。所以在这里面呢，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疫情不论是轻症、重症或是死亡，当然重症死亡我们会非常的要紧，可是连轻症其实我们都要去小心，因为它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隐忧，而且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解，甚至没有办法发现的。所以在这个要过年的时候，面对疫情，我们要怎么样来过这个年呢？到底是要团圆围炉，还是我们就各自在家过？当这些选择出现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样的决定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会做一些决定，而这个决定会不会是你今年里需要做的决定？同样存在隐忧的是，今天经文中这个约书亚的军队，上帝不是应许我们征战得胜吗？不是应许我们得地为业吗？我们在最近的迦南之声也有在听到，接下来就是这个经文的段落，就讲到上帝应许他们得地为业，结果耶利哥城绕几圈，每天给他个绕1圈，最后多绕几圈，也没有花多少时间，就这样得到了，就这样战胜了。可是当他们要去攻打爱城的时候，却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败，甚至敌人还追杀他们。在这当中，以色列人勇气尽失。上帝，你不是告诉我们要征战得胜吗？在读今天的经文的当下，如果我们只看7章的一开始的时候，这时候的以色列人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打败仗你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你很认真去做一件事情，你已经照着规矩，照着讲好的，然后这样慢慢去做的时候，就最后是失败，然后你不知道为什么失败。这就是约书亚他今天的感受。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他怜悯这个他自己的军队，他回应在这里面他拣选的领袖约书亚，告诉他们说，你们在得胜之前还有一些事情要做。你们在得胜之前呢，还有一些事情会使你们能够得胜。但是这些事情是什么？当我们从新的一年，我们要来开始学习。当我们从新的一年开始，我们要来认识什么呢？认识这位上帝他的公义和信实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呈现。上帝，你不是公义的吗？为什么我这么衰？上帝，你不是信实的吗？为什么我知道你跟我讲好，但它都没有发生呢？这是你心中的疑问吗？
那我们更多的要来讲的是，我们在上帝的信实跟公义里面，我们是不是有寻求那个守约施慈爱的关系？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呢就有关系。我不是在讲建立关系或者是关怀系统，我在讲的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到底跟他有没有关系？你跟他有什么样的关系，已经开始决定你接下来的道路，在得胜之前。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回溯到最前面，上帝应许约书亚所带领的以色列军队，帮我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虽然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字有点小，但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请。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在这里有2个对话的对象，一个是上帝，另外一个是谁？是约书亚。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会一直看到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那你的关系很乱，也不会有关系。这个关系是很紧密，是很直接，而且是一起来守这个约的。在今天呢，得胜之前，约书亚的团队要先来发现得胜的要件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你生命当中那个会让你输，那个会让你赢的关系？得胜之前，让我们来发现使我们得胜的原因是什么样的关系。那在我们这些关系当中，到底什么是没关系的，也不需要有关系的？来看爱城之战，就是今天第7章的经文的时候，你知道很像在看8点档，因为经文第7章1节一开始就讲什么原因，然后后来发生什么事。可是啊，在剧情里面，你们有看过8点档吗？就是什么29台啊，或是什么，我不知道是6还是5，我已经忘记。就是你在看的时候，他们会有个状况，就是现在这个空间呢，除了我，还有 B， 还有 C。然后呢，这个女主角她接到电话，她接起来说：“喂，虾米一系啊？”然后这时候我讲完之后，请问旁边那2个有没有听到？有吧，对不对？有听到吧？可是呢，很妙哦，在那个戏剧里面呢，电话会响到这个 B， 然后 B 也会接起电话，然后再说一次“虾米一系啊”，然后他又挂掉电话之后，A 竟然没有跟 B 讲 ，B 也不知道，B 是自己接到电话之后，这个空间的第3个人，等一下会再接到电话，怎样？喂，哈，一系啊，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在看电视的我们，会不会觉得，他们不是在同一个空间吗？为什么一样的话要讲3次？因为对当事人来讲，在他的空间里面，他并不知道这个以外发生什么事。可是我们很像在看电视，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已经在看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在那个地方，第一个，他们发现输了什么？约书亚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输了他自己的勇气哦。在约书亚记7章5到6节说，爱城的人击杀他们36人，在攻打耶利哥，比这个爱城还大的城，一个人都没有死。可是在这里却死了36个人，而且还追赶他们，一直追。然后当下这些以色列百姓的心，他们怎样？就非常的惨啊，完蛋啊！然后约书亚他们回到他们自己那里，就在那个地方撕裂衣服，然后把这个跟着以色列的长老们，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啊，是这一群人啊，因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上帝，我们都乖乖照着去行，怎么会这样？就在那个地方撒灰，表达一种很强烈的悲伤，然后就伏在那个地方。你可能有人说是在那里敬拜，有人说是在那里祷告。而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悲伤，还没有办法找到这个答案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们打败的原因。你是因为什么关系而有这个输赢的？
以色列人他们是属于当灭之物。在7章11到12节的时候，上帝就告诉约书亚：起来啊，不要在那边继续哭了，要起来。起来什么？上帝直接告诉他原因，说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他们犯了罪，违背了我跟他们吩咐的约，然后就拿了这个当灭之物，而且怎样？又偷窃，又行诡诈。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哦，这里讲的是又偷窃又行诡诈。等一下会讲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被这样形容。然后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他们从被赐福、被同在变成被咒诅的。我们读到这里面的时候，其实心里面会真的对上帝很敬畏。其实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私底下自己一个人时候真实的处境。透过这整章的经文，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其实上帝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只是他有没有说而已，只是他有没有要跟大家说而已。这件事就要看关系到什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上帝告诉约书亚他们失败的原因，然后告诉他们以色列因着他们有人违背跟上帝立的约，所以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原来是绕耶利哥城就得胜的团队，变成是就算派兵攻打都反倒被追杀的团队。然后就在那个时候，约书亚他很失望很挫折，就在那里约书亚还不知道的时候，他问了一些问题。其实我们通过这段经文，你会看到我们认识的约书亚跟上帝认识的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我们所认识的约书亚是一个很骁勇善战的，是一个培养很久很久然后成为领袖的人。但是当他遇到爱城之战的时候，就他被培养很久很久的经历，他知道这场仗如果打败的话会怎么样，有可能会怎么样，士气低迷啊，有可能会怎么样？这位上帝是不是不公义、不信实啊？还有可能会直接挑战约书亚。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上帝所吩咐的命令，在当时在整个圣经的约书亚记里面，大部分的时候他只有跟约书亚说，他没有跟约书亚其他的人说。你已经是照着你的领袖去做，结果这还失败，那你想这位领袖到底是不是领袖呢？因为上帝不是应许我们的话是这样吗？可是也就在这个时候，多问一个问题，发现跟苏云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这位上帝他不是信实和公义的？因为我刚刚讲，他们在那个时候是不知道的。当约书亚正在他最难过的时候，他问上帝说，我觉得他的问法其实也非常的聪明哦，因为他知道他们是跟上帝是绑在一起的，他们是一个团队，上帝是这个军队的元帅。所以他问上帝说，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难道是要灭掉这些以色列人吗？还是上帝你是要让你的大名，让你的名被羞辱呢？他清楚指出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公义和信实会在这个战争当中被质疑。我们有没有想过，在我们生活当中，当我们照着上帝的心意去行的时候，遇见一些不明所以、不知道为什么的失败，有些人可能会反过来挑战你哦，特别是你们家是只有你是基督徒了，你们为什么还遇到这种苦难呢？如果是这样，你应该要过得很好啊，特别过年的时候很挑战哦。但是约书亚清楚知道，他其实清楚知道是上帝决定输赢，正是因为上帝的名他是公义和信实的，所以当他们的这个群体当中有人行出那不合上帝心意的事的时候，上帝不会把有罪的当无罪啊。其实在上一章的时候，当他们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上帝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什么？这个字有点太小哈。好，
他说：“至于你们呢，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收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很明显，7章1节一开始说亚干取了当灭之物，所以他显然是直接违背上帝在他们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跟他们说的话。所以在这个时候，上帝因着他的公义和信实，以色列的咒诅当然就直接临到，因为上帝要行使他的公义和信实，连他自己都不能够违背他自己。意思就是呢，当上帝他行使他公义的时候，连他自己都不能够违背他的话。可是啊，这件事情一直来到新约的时候，却因一件事情有非常不一样的改变。这我当然会说。所以我们纵然失信，上帝仍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乎他自己。所以以色列人正在遭受这样子的咒诅当中。有一场篮球比赛来到了最后的倒数的时间，这些球员呢在场上呢非常努力的进攻，而另外一边呢，当然是对手嘛，另外一队的球员呢就很努力的防守。最后呢，倒数时间5、4、3、2、1，不是新年快乐，就有人投球了，投了一个逆转的3分球。然后大家呢非常的开心，欢声雷动。投球的那一队呢，冲到场上来，板凳球员啊、教练啊、这个球队经理都拿那个毛巾啊，冲到场上来大叫抱在一起，很开心啊。就不到1分钟，知道发生了一件事情，这裁判竟然走向他们，瞬间热情冷却，大家都静静的看着他。然后裁判说：“你们还没有那个列队鞠躬，不是，裁判跟他们说，你们刚投错了篮筐，投进对手的。”这个比赛的结果看来很荒谬却是我真实听过发生的事情。当亚干他自己暗自收藏这些当灭之物的时候，他已经让他自己不属于上帝的军队，而投向另外一个阵营。他没有活在这个军队的纪律里面，或者是球队。所以我们等一下在这段经文里面会继续看到，当一个人他没有把握悔改的机会，他没有把握跟这个上帝的约去守这个约，特别是你守约的这个对象，他是永恒的约。哇，那他真的是让自己最后怎样，成为一个跟上帝没有关系的人这样有这么厉害的 PPT？ 对，就是这个球场。好，以后投球之前要先看一下是不是自己那一队篮筐好，所以当他们不去当这个亚干他这样去做的时候，在约翰一书的1章9到10节有讲，我们一起来读，请。如果我们向上帝论罪，他是信实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所犯的各种过错。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犯过罪，我们等于把上帝当作撒谎者，他的道就跟我们没有关系。这里在讲的是关系你跟上帝是什么样的关系？就约书亚来讲，他们是上帝所带领的军队。所以在得胜之前呢，你要先发现一下这个输赢的关系会是什么。你跟这位上帝到底有没有关系？你跟他有的关系是哪一种关系？显然亚干选择了一种关系，而这个关系呢，会决定他行动的原因，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你这件事情行动，你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每一次当基督徒呢讲到罪的时候，其实基督徒在讲罪的时候，不是在讲那个罪恶的事，而是在讲一个人他那件事情偏离靶心，就是射箭没有射中靶心，偏离目标，没有符合上帝标准的意思。在我们2022年要过年的时候，请问大家有没有目标？
我有些朋友在过年的时候会有一些目标，譬如说他会很忙，因为他要忙着赚钱。他过年的时候有一些工作 double 赚嘛，所以他过年的时候他尽量排工作在过年的时候，让他可以在过完年之前有一些不错的收入。所以赚钱是他过年当中的目标。可是有一些人呢，是希望自己在过年可以跟好久不见的家人团聚，所以他们就会在那个时候开始找啊。可是遇到疫情呢，真的有时候很尴尬，很想要团聚，但是完全没有办法，因为过年疫情让我们在移动上或者是在连结上会有很多的挑战。但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听过春节症候群？你有听过春节症候群的按举手？好，那就你有听过那个春节症候群吗？就是在讲说，有一些过年的时候，有些亲友他们聚集在联谊的时候，会一直被问那些不想要回答的问题，或是被拿来比较，或是有一些人他很想要关心对方，但他不知道怎么做，然后到一个程度是，他开始吃不下、睡不着，心里不舒服，不想遇到人，恐慌、郁闷。或是焦虑，这些都叫春节症候群。春节的时候，就华人的传统来讲是要联络感情，可是呢，却因着人的限制，可能不太会说话，可能不太会表达，可能不太听得懂别人在说什么之类的。那可能会因着这样子，或者自己的软弱，我们可能会不小心，甚至是一种很侥幸的心态，结果失落了我们真正想要寻求的关系。其实只是想要吃个饭，好好聊一聊，就发现，哇，竟然连见面都无法这样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我们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们要去建立一个真正很想要寻求的关系的时候，如果这是你的动机的话，那真的要求上帝给我们智慧去思考，我们在这当中要怎么去建立关系。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像今天的经文，这个他们打了败仗，在那里觉得自己快活不下去了，出于上帝的怜悯，上帝告诉约书亚原因。其实他没有义务要告诉他，因为立约就是我们两个都要遵守嘛。那我这个群体当中有人不遵守，其实我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对方其实也没有必要跟我讲。但是上帝出于他对这百姓的怜悯，以及他是信实的上帝，他告诉约书亚原因。而且他告诉他的时候讲的话很有 power， 很有力量，或是我们说很有 passion。他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伏在地呢？”上帝在我们的软弱跟失败当中，甚至是我们的罪恶当中，他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看到，上帝没有要我们陷在罪里面。他指出罪的原因，不是要让你觉得你很不好，不是要让你觉得很羞愧，不是要让你觉得很失败，只是停留在这里而已。上帝指出这件事情，其实是要约书亚起来。起来干嘛？起来之后就不知道要干嘛。上帝，你叫我起来，为了你的缘故，我要起来。上帝继续讲你起来，叫百姓自洁。上帝要你在你自己的软弱当中起来自洁。上帝要你在这个礼拜接下来要放假的时候起来自洁。什么是自洁啊？在今天的经文中说，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上帝知道，如果这个软弱你不对付，如果这个罪恶你不愿意改变，那你们接下来的仗也不用打了，因为会在仇敌的面前站立不住。听到这件事之后，我觉得真是再一次佩服约书亚。不管他原来的个性是什么，
但是当他听到上帝的话临到他，他隔天清早就起来，然后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一段经文刚刚读了很久，可是这个经文在读的时间，不管他经历了实际的时间多久，我们确实知道是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以是一个悔改的时间，这段时间可以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时间，这段时间也可以是一个躲在暗处侥幸心态的时间。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从7章16节开始一直往下读，从犹大支派开始找到最后叫雅干。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画面，可能不是叫全部人出来，但一定是派代表出来。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他都有悔改的机会。我刚刚这个标题说，这叫做决定行动的原因。当你决定不这么行动，跟你愿意这么行动，它背后都有一个原因。然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雅干很可惜的是，在这个读经的时间里面，在这个找出人的时间里面，他没有出来，他没有面对，而是到了最后他被点出来。耶稣还问他，约书亚还问他，你要诚实的在上帝面前讲出你做了什么事，把荣耀归给他。这时候雅干才讲，当我们的行动它背后有一个原因，而这个原因通常就会是决定我们得胜不得胜的关键。当还有机会寻求神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来寻求他。在这段经文也有讲哦，每一个大房子里，这个是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经文，可是我特别选这个版本，因为他这里有讲到，每一个大房子里面都有很多的器皿。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哪一种器皿，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总是能装饰家里。有的可以用在一些特别的场合，有的人就是专门用在一些普通的场合。可是接下来的话很重要，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脱离一切邪恶的事，就能被主所器重。所以当雅干他选择要去拿当灭之物的时候，他其实早就知道他没有在上帝的群体里面。因为如果我们对照这段经文，他以献给主，为主所重用，去做各样的善事。当然这是到新约很后面，在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话里面讲的。但是过去的这些记忆，我相信旧约对这些犹太人来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所以在今天，牧师也要邀请大家来思考一件事，你是哪一种器皿？你被放在哪一个位置上？如果那个花盆，如果那个杯子里面还有土，还有之前喝过的饮料，如果你没有把它洗干净，你怎么样可以继续的往下呢？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当我们得胜之前，什么是决定我们行动的原因？在要放寒假的时候，特别是要在疫情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选择我们可以去做，就是可以在家里耍废啊，可以一直打电动啊，可以因为防疫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有各种不一样的选择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在这个礼拜呢，也有一群人，他们做的事情是，他们选择摆上时间，然后在线上来带领营会。每一天，我自己就在这个里面。我的同学这一拜遇见我，还跟我说，我偷偷看了你的 FB， 哇，你一天有3个活动哦。然后我就说，你怎么知道？在这个礼拜当中，许多的人，我们是放下，应该不是放下，应该是说更多的付上代价来跟随，
因为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人可能觉得悠闲慵懒，可以做很多自己事情的时间，但这群年轻人是把时间献上给上帝。右边那一张不是在打瞌睡，是在祷告，每一天都有这样祷告的时间。而当我们知道我们归属于谁，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的军队，其实有一件事情在团体中非常的重要，也是今天的经文最后讲到的，就是要回归那受造的次序。回归受造的次序，其实我们可以追溯到第5章。第5章的经文一开始就说到呢，也不是一开始，是在整个故事的脉络里面。当约书亚的军队他们渡过约旦河之后，上帝让他们在那里做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行割礼。行割礼就属灵的意义来说，就是透过行割礼在表达你们是属于我的，顺便也跟旁边那些人说他们是属于我的。当然对旁边的这些民族来说，这件事很奇怪，他们上帝应该很厉害，不然怎么敢让他们在这种地方行割礼？这就是心理战哦，上帝的心理战非常的强，人都没有办法赢过他。然后行完割礼后呢，他们在那里过逾越节，再次纪念上帝的救恩。然后在5章的13节到15节，约书亚在那里遇见了一个自称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那里呢，他也挑战约书亚。约书亚一听到他不是来帮他的，也不是来帮敌人的，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就在那里下拜，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他所带领的以色列人真的是在上帝的保守当中归属于他，以至于他们在读这段经文，就是以至于他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讲到你们要谨慎，不要拿了这些东西，不然会使你们受咒诅。而这些东西要归给上帝。在这里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7章1节就说亚干就拿了这些东西。然后，如果你今天经文再往后读，你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来到了8章，我这样好像已经在讲之后会讲的那个道。来到了8章的时候，当他们打这个艾城再次要去打的时候，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你就会觉得很奇怪。8章2节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艾城和艾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上帝不是说不可以拿当灭之物吗？可是这里为什么可以拿？所以上帝是不公义的，他是不信实的吗？还是他讨厌亚干，所以设一个局，让亚干被毁之后，再让他们可以拿战利品？其实在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古代的战争，特别在这个时候的战争，他们可以透过战争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致富。一般的人呢，他出生在哪个阶级，大概一辈子就是这个阶级。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这个地方，他们很愿意做一件事情，就是去当佣兵，去帮人家打仗。为什么？因为在打仗的过程中，去攻击完家里剩下的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带走，然后这些会变成自己的财物，然后你就会变成有钱人。可是啊，在上帝所带领的军队当中，他再的告诉以色列人们，不能拿这些叫做当灭之物。上帝，你很小气吗？你不想要让以色列人致富吗？还是
你对以色列人有什么样子特别的预备，所以他们不用拿这些东西。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其实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上帝在讲当灭之物的时候，原文有2个意思，一个就叫做全然的毁坏，就是呢这些东西都要毁掉、烧掉、杀掉，全然毁坏。但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全然献上，意思就是这些当灭之物又叫做全然献上之物。所以为什么上帝说亚干是偷窃行诡诈？因为他偷的不是耶利哥的东西，他偷了上帝的东西。那你就可以知道这段经文的结果为什么这么恐怖。可是对当事人来说，在大庭广众之下拿石头砸死一个人或是牲畜，其实是他们的律法规定，这就是所谓的判决跟执行。对当事人来说，这是一个一般的这个法律的过程，跟我们现在的想象有些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8章2节，上帝让他们再次去打艾城，却告诉他们可以拿这些战利品。其实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你会觉得上帝是出尔反尔吗？还是你有别的眼光？在这段经文我看到的是，上帝在告诉这一群归属他的军队，告诉他们说，上帝有的他就会给他们，他们不需要为自己去夺得什么。这位上帝是慷慨的上帝，这位上帝是拥有无限资源的上帝。而我们自己在这当中，我们到底是归属于这些自己取得的财物，还是我们归属上帝？其实在今天讲得胜之前，得胜之前你要有所选择，但是得胜之前你觉得那个输赢的关系是什么？得胜之前你会行动的原因是什么？得胜之前你真正的归属那个次序是什么？我们再次回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个军队在接下来所打的每一场战争，就只有艾城之战是输的。但是他们再一次来打的时候，最后的结果是好的。可是打完之后不是就没事，好像他们以后就再也不会失败了哦。在今天应该说第8章的经文最后就有讲，这是2座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右边比较凸，你们看是右边比较凸，对不对？这叫以巴路山啊，左边比较多树，那个叫基利心山。这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代表2个意义，就是一边叫做咒诅，一边叫做祝福。当他们打完艾城之后，约书亚带领这群人就站在这个山谷当中，看着一边叫做咒诅，一边叫做祝福，然后要他们再次读上帝的话语来做选择。再次读上帝的话语再做选择，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再次确认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如果是上帝应许我们要得胜，他必会带领我们得胜。可是这个得胜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如果我们是属上帝的，有了这个关系，我们就没关系，不用惧怕，不用担心，因为上帝必要带领你前面的道路。但是如果我们跟上帝是没有关系的，哇，那就有关系了。所以在约翰一书5章4节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会遇到失败，会有软弱的时候，甚至会有那种我已经很努力走在对的道路上，可是我怎么还是失败了？
但是等一下，上帝还有话还没告诉你哦。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机会呢？我们还有什么样的道路可以走？透过今天的经文，你看见上帝他是公义，他是信实，他不会承认那个有罪的为无罪，但是他也是怜悯的。他要约书亚起来，起来，起来，跟着他走，起来过得胜的生活。得胜的必要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你起来了吗？你要起来制服己心了吗？你要起来荣耀上帝了吗？我相信即使亚干到最后一刻，他跟约书亚承认他得罪上帝，他好像失去了在世上的性命，但是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从永恒来看，他已经付上他该付的代价，甚至他的家人，他们付上他们该付的代价。然后在今天我们还有呼吸气息的时候，面对我们极大的可能是罪恶，是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那我们可以领受这个恩典，他担负了我们的罪。可能有一些人他真的做过了非常不好的事，耶稣却为你付上了代价。当你可以还有在世的时间，可以继续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特别要过年的时候，我觉得要过年的时候对许多家庭很不容易。再一次的价值观冲突，再次生活习惯上的冲突，再次世代差异的冲突，再次对钱财各方面差异的冲突，都可能会出现。可是我们能够来做什么呢？在得胜之前，上帝要我们预备自己。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邀请大家，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当我们愿意洁净自己，按着神的方式在他面前再次回转的时候，他要使我们的心为他火热，就像约书亚被叫起来，他就起来面对现实，陪伴这一个时间，让上帝的公义发生。我们一起来唱。求你复兴我心中的深切，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深切，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们唱快一点。我将身体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
主来复兴我们心中的圣洁。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我们一起来对主说：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很多人说，你如果只有短短的一生，你要投注在最有价值的事情上面，好像你的生命是最有价值的。可是我们其实都知道，最有价值的只有一个，就是它可以永远都有价值。所以你归属谁，其实非常重要。今天在讲要圣洁、要自洁，其实它的概念不只是像洗干净，而是说我从这些地方分别出来，我只属于哪一些。所以圣洁在基督徒的概念里面来说，是我是一个属上帝的人。我是一个属上帝的人，好像我在读歌词的时候，在唱歌的时候，会觉得哦，好鸡皮疙瘩，好肉麻哦，竟然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可是你知道吗？其实真正的意思是比这更多，是我的身、我心、我的灵、我的一生、我的时间、我的钱财、我的资源，可能对过年来说是你的人脉，全部都要通通献上给主，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要活出得胜的生命，其实是在主的里面才有可能，在这位永恒的上帝里面才有可能。而且这个得胜不会只有一次，会是永恒的得胜，因为你是归属在永恒里面。让上帝来带领我们，最后再唱支副歌。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是信实的主，你是公义的主，你是不让有罪的被称为无罪的主。
所以主，你面对到我们的罪恶，你面对到我们没有办法自救，你爱我们的缘故，你为我们预备救恩，你让耶稣来代替我们，代替我们受刑罚，代替我们在那苦痛当中，代替我们付上代价，主要为的是让我们要得着一个复活的生命，为的是要我们得着那永恒的生命，为的是让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分享当中，主啊，让这个得胜的信息不是留在历史里面，而是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主，你持续帮助我们，因为主，你是以便以谢的神，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更是叫我们的生命在各样的境况都有可能为主而活的神。特别在这过年当中，我相信许多人在面对他人生可能在关系上极大的挑战，主啊，恳求主你的话语成为坚固我们生命的力量，恳求主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走向你。主，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愿阿爸天父永恒的慈爱，你的公义和信实，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代替我们献上为祭，愿圣灵的感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献上为祭。在2022这个农历新年要开始的时候，成为我身边的人，成为我的亲戚，成为我的朋友，成为我现在和未来的祝福。愿上帝赐福临到，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请神迹的神。你是新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们阿们。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成就。愿上帝赐福大家，新年快乐！
聚会到这里，愿上帝赐福大家。